车5早大平安。今仔咱的座位阁有一寡变化吼，因为要配合这个政府的政策吼，咱一个空间内底毋茫超过100个人吼，毋茫讲大家人安尼分开坐吼，会当保持大家人的这个健康安全吼。好，咱透早有2首诗歌，咱来切看卖。第一首是伫人生诗的18首，我心俄勒上帝，请更新。真熟的歌吼，做伙来。我心俄勒上帝，主人因我的背，天地万物撒个名下，俄勒一个尊名，巨蟒在我水中。强强大海万霜，天命一大关灵应更，人爱公义交争。第2站，我心俄勒上帝，谁看晴朗一片，光中微笑光阴西吹下，俄勒一个尊名，我的我吹吹，他归归几个水，几更就来了风吹来，风体大进来。好，第2首是伫后边468首，万国万人拢有一摆首的旋律，咱来听钢琴。咱慢慢来唱哦。万国万人拢有一摆，我心归作心改，今夜圣乐是上多情，到底你我的疾病。心立起，听灵动随笔，你若经算过经过的，别条毛马革命。这有一寡较特别的读法吼，较大耳啊。大耳啊，好，而且搁头前，到底你挖倒一边，吼，后底你挖掉，倒精，搁下骹遮叶，好，咱有当时会读做定心立志吼，而且会注意那个中心。立志，定理，当时咱是读定，而且注音是写定吼。好，第2节咱切看卖第2节。为了真理，我是开开，我大勇我是八归。一条真理，花开并蒂，有
所故作爱心用，可为情郎为用。咱若有带手机啊，请咱关机，也是关做震动，就是啥？大山画山开，小山画伊山。独独我的挚爱，一刻无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无移转。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讲的。咱三角内敬诗18首，我心无落。一日来吟全首。我心何乐兄弟，思念我的背，你的半路上的理想，快乐里多怎样？在风之中，终究都会。
咱同心用主教是咱的主导文来讲道。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入到，你的旨伫地人亲像天。阮的日时请给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阮，叫阮下伫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都有代代无。对。时南北三角来英文56篇，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英文56篇，创世以前就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地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这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成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伫天顶听阮的爸，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主啊，是啦，阮要感谢你，特别是伫即个瘟旱、病毒疫情，全球受影响真严重的时，有时人看做亲像山遐尔稳固的瓦壳，金银财宝势力，有时阵就会失效，有时阵就会离开。但是主讲，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甲阮所立平安的约永远袂离阮。你的信息到万世代，这是何等的恩典！人生充满侪侪风影挑战，武汉肺炎、瘟疫降临，造成侪侪世上列邦列国拢受到大震动，世界金融、政治、经济、民生受大影响。真侪基督徒，阮世间也免不了有风雨，生活伫这个疫情中间。阮看见到处充满惊吓、混乱，但是阮感谢主，你有应允阮讲，世间有苦难，但是伫基督内面，阮有平安。求主帮助阮，亲像细囝倒转，遐尔信靠、完全信赖上帝的带领，将所挂虑的交付上帝，因为主上帝
关心伫阮，阮逐人着节节警醒，因为对德就是贵，亲像炮在四界行，挑找通吞食的人。感谢天父上帝怜悯，赦免人类悖逆，赦免阮的软弱，引带阮就君主。阮伫天父上帝你的殿院，阮为万国、万邦、万民福气，特别祈求天父上帝阮眷顾国家台湾，甲台湾徛伫第一线。防疫陈时中部长的团队同在，是阮祝福因，加添因的智慧，有能力有气力做好防疫的工作，保护全民。那阮感动阮全国的人会当遵照政府的法令，同心合一的态度，精心配合政府来抗疫，有人看见上帝的，愿主上帝接纳阮早起的敬拜服侍，透过诗歌敬敬上帝牧师的信息，来感动安慰，鼓励阮。无论阮伫圣殿聚集，还是伫咧看网络的直播，还是伫什么所在。阮同心敬拜上帝，上帝的同在甲慈爱永远甲阮伫地。阮感谢主，愿荣耀归天父上帝。阮同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甲来领受圣经上帝所启示的话，圣经约翰福音15章16节，约翰福音15章16节，记载，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搁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伊就互恁。愿上帝祝福满满伫咱每一人。讲到咱牧师今仔要互咱的信息是上帝敬的。各位兄弟平安，我有感觉我变较矮，因为讲台减2站落去，安尼较安全。进前2站会害人跋倒，伤悬吼，无注意踏着。我伫遮换2摆啊吼，腰拢小可闪着，后来足注意。金山长老进前伫遮跋一倒。转落坐，这又咧运动，骨头足弱。前礼拜张立夫长老来，张立夫牧师来讲道，换2个吼，尾仔咱感觉甲这2站提起来，安尼拢较安全，也袂去踢着，落去也袂去2暗做1暗踏吼，较危险。咱今仔日礼拜堂入来有搭迄个圆的黄色的迄个大纸伫遐吼，咱照常开放1楼副堂，就是后壁这个101教室，大无共色的，2楼的副堂嘛大无共色的，因为配合政府的政策啦，
即摆一场聚会莫超过100人以上吼，所以咱搁甲标记吼，搁较清楚。万一有人来看，咱有认真咧做吼。咱伫正堂拢搭黄的吼，圣家执事甲讲一句话真精彩，讲牧师，恁伫台仔顶吼应该搭3色，表明恁甲三堂拢同在。今日我的主题是上帝敬的。台湾的电视台较早有一个真有名的广告嘛，花生牛奶罐头。葡萄牛奶的罐头，一个阿送，伊讲哇，这土豆遮大粒遮水，有人甲伊讲，迄电脑拣的啦。用哎呦，电脑会拣土豆，感谢主，咱是上帝拣的吼。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上帝拣的。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约翰福音15章16节，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咱会正做基督徒吼，遮样福气，毋是讲咱熬甲会晓敬上帝呢，是上帝竞选咱，自早就竞选咱，一直无放弃咱。伫约翰15章16节的头前迄2节。15章14节、16节，14节、15节，安尼讲。恁既若尊趁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我毋捌称呼恁做奴仆呢，恁毋是奴才，我拢称呼恁做朋友呢。因为奴仆毋知影主人所做的事。我是对头到尾拢称呼恁做朋友，我甲恁当做真正的朋友，因为我对爸所听见的已经拢甲恁讲啊。耶稣是犹太人，伫主的时代，犹太人互罗马帝国管辖。罗马的法律是甲奴仆当作活的工具，奴仆的定义吼。奴仆毋是人呢，是活的工具，你活会叮当的工具，这就是奴仆，毋是人，是工具。主人命令奴仆做工，无需要甲你解说啦，是安怎做这？你嘛袂使问啦，连问都袂使问。但是主耶稣甲咱讲，恁毋是我的奴仆。恁是我的朋友，我已经将咱所爱做的事甲理由，拢甲恁讲啊。做我的门徒，做基督徒，爱做什么事，就是彼此相听。迄个理由就是上帝大声听咱，咱爱对听人来表明咱听上帝。基督教的真理这么简单哦，咱爱做什么事，彼此相听，是安怎就爱彼此相听，因为这是上帝命令啦。伊大声听咱，我命令恁嘛爱相听，对听人来表明恁听上帝。我已经甲上帝对我所讲的话，拢总甲恁讲啊。上帝教示我安怎，爱甲恁宣扬安怎，我拢一项一项、一字一字、看看啊，甲恁讲啊。说落来，就是咱所读约翰福音15章16节，毋是恁经我呢，是我早就经恁。佮派恁去结好果子，好果子就是好的品行、好的所行，为主做见证。这好的所行，亲像足水的果子，会当帮助人，会当献互上帝。恁这个好果子，就
常常伫地，爱常常继续一直结好果子，一直有好诶所行。安尼，无论恁奉我诶名，甲天父求什么，伊就赏赐互恁。所以基督徒到即阵祈祷，最后爱安怎？奉耶稣基督诶圣名，因为耶稣安尼甲咱教示，耶稣就是上帝。咱纪念耶稣救世主这个神圣诶名，所以凡事奉伊诶名，甲天父求。这嘛是伊甲咱交代、甲咱吩咐诶。恁着奉我诶名结好果子，奉我诶名甲天父祈祷恳求，伊逐项拢要赏赐互恁。这段内底充满呼召、造就、切恳、应允。咱若入去台南神学院诶大礼拜堂，足水，台顶一撮金色诶字，就是写即句啦。这句适合每一个神学生，也适合每一个基督徒。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就派恁去结果子。这个果子爱常常伫地，安尼无论奉我诶名，爸求什么，伊就赏赐互恁。各位兄弟，上帝竞选咱佮称呼咱做朋友，就是要派咱去结好果子。就是邀请咱甲伊同工，这是非常荣光的代志呢。上帝邀请咱甲伊同工。顶礼拜咱伫遮聚会时阵，主题是上帝算法无共，上帝算法无共，上帝亲像葡萄园的园主，葡萄的收成骹手啊足紧的，啊无后壁雨季念伊到，雨季若到，葡萄就落去烂去，所以收成爱愈紧愈好，工人爱愈济愈好。所以，咱看见迄个葡萄园的园主，就是上帝。伊真欠工，伊透早出去找工人，顶晡出去找工人，中昼下晡甚至要暗啊，拢出去咧找工人。上帝是找人的上帝，伊邀请咱甲伊同工。最后晚餐的时阵，伊掰饼，甲咱讲，摕去食，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照安尼行来纪念我。迄个饼是基督的身躯，咱摕来食，就有份伫主的身躯，有份伫伊的国度，有份伫伊的活命，嘛爱有份伫伊的工作啦。咱嘛爱有份伫上帝的事工啦，而且做工的要得工价，上帝算法无共。人是做偌济，上帝互你偌济；上帝是你需要偌济，伊就互你偌济。而且迄毋是工钱啦，迄是恩典啦，迄是永远的活命。咱来看一寡见证分享一寡见证。咱来看见证的第一章。这张卡片是我做兵伫要退伍的时阵，内心足挣扎的。我细汉身体歹，阮阿嬷讲，甲你献互上帝。这个囡仔若饲的大汉，献互上帝做上帝工人。但是厝内人毋捌甲我勉强。啊，我大学毕业，做兵要结束。我过来要安怎竞选我的前途？考公职、读研究所、食头路。感谢主，我有真侪种选择，真侪种机会。但是是大人讲的迄句话，你爱做上帝工人。过去毋捌想到，要退伍的时阵，开始
一直想啊，一直想啊。我几下摆放弃，甲上帝讲，我无啥信用咧，我毋捌你，你去找别人，祈祷了会较好困哦。我放弃。第二天透早醒起来，迄个念头就过来，爱读神学院无？啊，祈祷甲足艰苦，足挣扎，因为我咧抵抗。算来算去，我即世人，我若较拍拼咧，我个人个性面面正正，学也袂歹，我要趁大钱，正常的做传道人，我上袂趁钱。啊，我咧祈祷讲，敢哪会安尼？一直来，迄个念头一直来，是毋是要读神学院？我迫切祈祷。后来我去小学代课，一个小学生寄一张圣诞卡互我，贺年片。迄面顶啊写安尼吼，小小鸟呵，你要说些什么啊？我在倾听。这只鸟啊，你要讲啥？我在听。足特别的一张卡片。迄阵啊，我拄啊秘伫一个迄个待命室，一个休困的所在，伫遐咧看一本我的老爸送我灵修的册，大家当咧感动，啊，这个呼调临到，这只鸟啊，你要讲啥？我在听。我等要听你的决志嘛，你是安怎拢毋敢讲出来？我迄个感动非常的强烈。咱看第二章，后来我报名考神学院，决志要读神学院。迄年爱考路加福音，我伫军中开始认真读圣经，读到路加15章第7节。我甲恁讲，一个罪人悔改，伫天顶也要安尼为伊欢喜，比99个毋免悔改的人欢喜搁较大。我才知影讲哦，哇，足搞怪啊！真济犯罪，家己拢毋知影。啊，上帝甲我讲，一个罪人悔改，天庭震动，要为这个人大大欢喜，比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欢喜搁较大。所以我决志，上帝真欢喜。咱搁看后一章，后来套着开始新生训练。第一摆入去神学院的大礼拜堂，面顶有彩色的玻璃，中是耶稣。换去的正手边是保罗，摕圣经也上面的来夹，伊的话亲像剑，要插入个人的心内。左手边是彼得，也天国的锁匙，下骹放一篮鱼啊，伊是掠鱼的。下骹一排金字啦吼，28字，我伫遐看3档。画甲色。主曰：非而选我，乃我选而命而结实而生在，则托我名求父者，可是而。圣经有一种文理本啦，文章的文，道理的理，文理本。迄内底拢总文言文，咱常常看会看无，但是翻译了有够水，即嘛要买无呢？我要去共借来读，啊，抄一寡我喜意的经节，一句都非常的水吼。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命令恁去结好规矩。这个规矩要常常伫地，安尼无论奉我的名，白求什么，拢要赏赐互恁。新生训练的第一暗。住伫家己的宿舍，研究生一人一间，细细间啊，
我真欢喜。我望见耶稣来甲换头祝福呢。咱看后一张，咱看下一张吼，就是这个情景呢，一模一样。新生训练了，开始进修希伯来文。进修的时阵，第一天、第一摆入去台南神学院的图书馆，足侪册欢喜甲我较早读财税读毋对啊，拢无兴趣。读财政、读税务，迄我无兴趣。啊，我的兴趣原来伫遮神学、哲学。哦，迄入去那敢若宝库咧，逐本都一直看，一直看。三现四现就看到即张图，迄面顶也写耶稣精选个案例设立伊的文图，呈现伊出去，所以看到非常的感动。咱来看后一张，这是进前一个互称作本世纪最伟大的教宗，天主教的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迄个若望吼，就是约翰；保禄就是保罗。约翰保罗二世，伊甲天主教的兄弟，嘛是甲全世界人讲一段话吼。伊甲咱讲，主爱的天父已经赏赐互恁能力，恁会当成长，达到精神上、道德上至好至悬的境界。恁无应该满足伫任何较低的标准。恁毋通就是家己比世俗人较好就满足，恁爱做到上好，就是主所讲的。恁着顺传，亲像天父的顺传。耶稣经咱，互咱的作业，毋是做好差不多就好呢。恁着爱顺传，中文讲完全啦，做一个完全者。恁着爱顺传，亲像天父的顺传。哦，这足严重呢，足吃力。无人知影家己爱做到安怎才有算顺传，审判在伫上帝。所以神学家讲，毋免烦恼啦，就认真做，认真做，认真做，做到有一天去到上帝面前，伊讲哦好啊，我尽忠的囝儿，你已经尽力，我接纳你。基督徒毋是小可好，袂歹，就会当入天堂。最后审判毋是大好，就是大歹。爱做甲上好，亲像主耶稣遐尼好，才会当入天堂。所以咱都爱拼。互相勉励。耶稣伫马太11章12节安尼讲：天国本来就是拍拼的人才会当入去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天国是爱拍拼才会当入去的，拍拼的人就得着咯。教宗开帖耶稣的话，所以一字一字看啊，甲咱讲：主爱天父。赏赐互恁能力，恁会当成长，达到精神上、道德上至好至悬的境界。恁不应该满足伫任何较低的标准。你要入去无？伊的国度，你著爱拍拼，你著爱做甲上好。咱去看后一张。最后14堂拜字的课，这是进前一本足有名的册吼。作者是一个体育记者，伊毕业几啊年，拢袂记咧学校的老师同学啊，拍拼前途。有一天，伊伫地方新闻看到一篇报道，讲有一间大学。足有名的一个莫瑞老师着绝症，啊，佫活无偌久啊！伊
伊才惊一条，哎哟，迄是我上钦佩老师、上听我的老师，我拢甲袂记咧，较紧坐回两支呢。对即周背甲迄周去甲伊看，老师足欢喜，讲哦，你来啊！你还会记咧较早你咧读册的时阵，有一届伫拜二，雄雄来找我，我甲你讲，即两节我拄啊无课，以后你拜二拢来找我，我甲你上两节课，一对一，专门甲你开讲尔尔。伊逐礼拜二就去找老师，老师拢甲伊开讲2点钟，伊感觉得到足济足宝贵的教示。老师讲：啊，你拜二过来安怎？用好咯。伊每礼拜一摆哦，坐回轮机一抓按2点钟啊，飞来飞去，搁去找老师，老师搁甲伊开讲。我开讲14礼拜，老师就去天堂啊。伊整理老师的教示，发现有即几句吼，对伊来讲影响上大。迄拢莫瑞老师讲的话，生命意义就是学习彼此相听。你爱学习去听人，嘛爱学习接受别人的听。听是唯一理智的行为。你若自家毋咧想歹吼，你就变歹人。基督徒莫过迄种生活。你若自家毋咧想好，想看要安怎对人好，要安怎相听，你就变好人，你就变上帝囝。无听，迄是无理智的，迄毋是人。莫瑞安尼讲。相听，这是唯一理智的行为，这堪得称作是人，这是上帝囝儿。莫瑞佫讲，听最后一定会胜利。这个作者讲，伊最后一摆甲老师讲话，老师讲我鼻皮喘呢，准摇头望天，大声话，伊惊一跳。尾啊，即句就是莫瑞教授最后讲的话：上帝啊！我现在敢有够资格做一个天使？我要去你遐，我已经尽力啦，做一个教育者。我即摆有够资格通做一个天使无？咱嘛会当安尼甲上帝问咧吼。咱的人生行到这，无论你少年、中年，也是亲像我这种老年，扪心自问啊，吼，摸家己的良心，上帝啊，我现在敢有够资格做一个天使？咱同心来祈祷，听我的天父，你拣选阮，爱阮去相听，因为你大声听阮。阮着爱宣传，亲像天父的宣传，伫精神上、道德上，拢做甲上好、上悬的境界，就是你的囝儿，就是耶稣基督，无辜负你对阮的拣选，遮尔大的恩典，佮邀请阮甲你同工，互阮的生命充满意义，充满价值。生命意义就是学习彼此相听。爱去听人，嘛爱接受别人的听。听是唯一理智的行为，听最后一定会胜利。天父上帝，阮即马敢有够资格做一个天使？愿荣光拢归伫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大家来回应上帝的话，咱同心来吟圣诗468首，万国万人拢有一摆。
分主日是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中营伍派戴志新校长戴义奇同学，中营路中伍派蔡玉明校长陈应选南报告啊。大家平安，我是戴义奇，国中部二年级的学生。今仔日我甲戴志勋校长真欢喜会当代表中营中学来大家请安报告。感谢上帝保守，中营中学已经134冬，也感谢咱教会过去对学校的关心甲支持。当初宣教师来到台湾，有3件重要的代志：医疗、教育、宣教。建立中学的目标是要培育牧师甲老师，伫台湾的社会有好的影响力。虽然这几年来教育环境挑战真大，社会变迁价值观多元，12年国教的制度，囡仔愈生愈少，这拢对私立学校真不利。总是，阮毋茫会当坚持校训的精神，虔诚、仁义、尽份服务来教育学生，发展全人教育。特别，咱有用种种精神、人生哲学甲生命教育、基督教生活的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品格。毋茫学生毋是只会晓读册，也当成做有天毋茫的人。学校目前有中学部甲高职部，中学部包括高中、高中、1年1贯，高职部分做商业群、设计群、工业群。若有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拍电话来学校问。即马来看学校准备的影片。
啊。搁一摆感谢大家关心，请咱鼓励青少年选择咱中营中学来读册，受造就，互咱的少年人会当得到信仰甲知识的栽培。最后，请为着学校的发展甲经营，老师甲学生的性命代祷，也为学校校务发展基金来奉献。感谢大家，愿上帝平安甲咱同在。请中咱的电脑可能有出一寡问题吼，咱小等，若用好诶时，咱等来看吼。啊，中营路中。大家平安，我是中路校长蔡玉敏。今仔代表中路来向大位请安。今仔日本地是阮学生要来请安，但是为着配合武汉肺炎，所以今仔日开始的请安，阮拢互囡仔用影片录制的方式来大家请安。阮今年请安的方式跟以往无介共款，就是针对大家学生囡仔，伊伫中路三档伫学生团契，搁学校一寡宗教的课程，甲传导，因伫学校受感动，来加入咱再来嘛吼，我希望讲确定上帝一定会互阮即个同学伊的影片来甲大家请安。阮学生囡仔，因真古锥，伫学校拢是做劣势，但是因的学业或许伫学校三档，毋是甲所有的学校会当都有竞争性，但是因的灵命伫中央路中三档不断的成长，我伫遮感谢上帝的带领甲祝福。中央路中准备迈入135年，会当平平顺顺，历经小资女化，搁社会转型。中央路中已经按旧底综合型的高中，即马全面转型，技术型的高级中学，为社会来培养另外一个阶层的青少年，希望因的灵命伫中路会当受造就，毕业以后会当做上帝做好的器具，希望用因的行为来传福音。比如学校的囡仔，言语方面含慢，但是因的内心因的行为，阮感觉讲老师的爱心是没有白费，他们的开始从不到开始，搁一处会感谢大位以来对中央路中的支持和照顾。请遐这关心支持咱的教会学校的事工，并且为中英中学的来奉献，为着要报答上帝的恩典，咱即时进行奉献。
请坐。即时我来报告，但请咱先开周报第4面。社会公告的部分更正，这是咱桃花手册咱的部分第2条，2002修专案请人家己过目。咱来看教会消息第6条，教会消息第6条。目前教会礼拜直播教会咱有网络的直播了个是伫第测试的阶段播送的影像即个声音，因为咱的硬体设备的关系佫有真大改善的空间，所以对咱即个直播的当中，若有啥物建议，咱欢迎来提出建议，也是写 email 到咱的教会信箱来反映，咱会当改善。第7条就是咱拄则报告过咱来看到团契消息的部分团契的消息是。主日乐对3月15日起咱改伫社区发展中心2楼主日乐教室来聚会。教界的消息是台南市墓地管理委员会因为全球武汉疫情的在流行有这个安全经过周全的。考量咱今年的圣梦会就暂停。伫遮我有2点的补充报告。第1点因为咱因应即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关系配合政府防疫的法令咱进入教会咱爱戴口罩额温咱的用酒精消毒咱的手咱今仔日消毒员佮甲咱打体脂黄色的就是咱大礼拜堂若蓝色的是老虎堂，红色的是一老虎堂这是因为政府建议咱聚会的人数当莫超过100个要为着人数的分流所以咱会当配合活动为后主日开始，也就是4月初5后主日开始咱教会要搁恢复2场的礼拜。主日礼拜搁要恢复2场，第1场第2礼拜是9点伫9点来举行，第2场华语礼拜是伫上午点45来举行。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咱伫今仔日礼拜了后，咱请各团契的会长会当留步，咱去到教育大楼3楼遐咱有真重要的事工要来协调。报告以上，咱无事无要介绍嘛，无补充报告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迄个金句我来读一遍咱做伙来读2遍。恁伫我的名，凡所求的，我要行伊。互爸伫囝得到荣光。约翰14章13节，咱做伙来读2遍。恁伫我的名。
凡所求的，我要行伊。互爸伫囝迄条阳光，约翰14章，印伫我的名，凡所求的，我要行。互爸伫囝，光约翰14章13节。啊，咱的教会也好会，或者影片毋知有当放啊袂？咱即时，正诗387首，祝福车肯的诗歌387首，阳光归圣父上帝。咱起立来吟全首。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感谢天父，因为你有经选阮，愿你的听以及基督的救恩、圣神的感动，甲每一个兄弟三甲弟弟，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阿免，阿免，请坐，别得避讳。